咩話？我終於唔使再幫香港嘅閨蜜反向代購啦。作為拼多多重度用戶，成日收到香港閨蜜嘅求救，要我幫佢落單，再專登過來拿。有時車費仲貴過件貨。而家終於唔使咁麻煩啦。而家拼多多對香港用戶超級友好，揀配送方式就可以啦，就可以單單免郵，仲冇上限，而且新用戶仲可以點擊即抽88元禮券組合。今日都順手同大家分享幾樣。首先呢部手持掛燙機，一開就出大蒸汽，1秒就可以熨平衣服的節奏，還可以180度旋轉摺疊，帶出街也超級的方便。而且它的價格有非常抵，一杯咖啡錢就可以搞掂。仲有呢款仿劍馬地墊，無論係入戶門口定客廳都啱用，防滑又耐裝，落雨踩上去都唔怕滑，仲可以直接丟洗衣機洗，懶人超中意，價錢都係本地嘅一半，平都唔信。現在拼多多一件都包郵，仲冇起送門檻。全場唔論咩品類都包郵，單單免郵仲冇訂單上限。香港嘅朋友終於可以自己落單，唔使再麻煩人啦。